咱请大家备办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谨慎无伫拒绝对恁讲的，因为伫第二来传命令的，若拒绝伊，尚且袂倒闪，何况咱违背对天传命令的啊！兄弟姊妹平安。咱今日来上个来学了上者，咱来吟圣诗274首，今日是主设日做圣，请起立。我
咱永远徛咧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有请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5篇，就是伫圣诗的51篇，诗篇51篇。启应文第15篇。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来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掩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有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咱先到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俄罗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是掌管一切。主啊，你是何等伟大！我要伫遮来俄罗你的圣尊名。主啊，你无看我的罪，你差遣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死伫咧十字架顶，互阮当有份伫你永远的活命中。主啊，阮为着安尼，你献上感谢。伫今日主日的早时，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阮将家己献就伫你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伫过去一礼拜中，阮若有做啥物得罪你的代志，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伫即马伫遮来悔改。主啊，阮为着阮家己的软弱来祈祷，求你除去阮生活中真侪的困难甲烦恼，阮的重担，互阮会当得到平安。主啊，咱们教会伫遮已经伫即个社区已经70年，阮为着教会来祈祷，恳求你来帮助教会中各团契，也阁有同工，
互因面对教会的事工的时有智慧甲能力，互阮会当互阮所做的代志拢是你所欢喜的。主啊，我嘛恳求你，互搁较侪兄弟姊妹有热心来加入教会服侍，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互阮教会伫这个所在诚做正人的祝福。主啊，教会70年的活动搁继续伫咧进行。阮为着后个月的音乐见证会来祈祷，求主你互阮用即个机会，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主啊，即马全世界疫情已经过去啊，阮感谢你的保守，互阮会当开始正常来过日子。甚至阮会当去到别个国家，但是即马还阁有真侪人得到肺炎，身体会无爽快。恳求你特别看顾因，互因有好的体力，身体赶紧来恢复健康。我嘛特别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亲自来医治因，而且阁互因有信心来面对因的病痛。即马恳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听你要讲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邀请圣乐队来赞美，因的诗歌是希望的源头。
咱感谢圣歌队的赞美。即马咱三个来读圣经，圣经伫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到17节，佮有另外一位伫第3章第7节到18节。马拉基书第2章第10节，我来读。咱敢毋是同一个爸吗？敢毋是一位上帝创造咱吗？咱逐人用啥事用诡诈款待兄弟，败坏列祖的约啊！犹大行诡诈，搁伫以色列甲耶路撒冷的中间行可恶的事，因为犹大亵渎耶和华所听的圣所，带服侍外邦的上帝的查某囝做某。行即号事的人，愿耶和华对雅各的布片中除去伊所有的人，或是醒的，或是用的，以及献礼物互万军的耶和华的。恁阁安尼做，互目屎的啼哭甲吐气遍满耶和华的坛，直到伊无阁看过礼物，也无欢喜对恁的手接纳。恁犹佫讲，这是啥事？因为耶和华伫你甲你少年所娶的某的中间最干净。伊虽然是你的匹配，阁是你名誉的某，你犹佫用诡诈款待伊。伊的神虽然有剩，敢毋是做一个吗？请事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成的互的。所以着谨守恁的心，逐人毋通用诡诈款待少年所娶的某。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讲：离某的事，甲用强暴款待某的人，我怨恨伊。所以着谨慎守恁的心，毋通行诡诈。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恁用话刁难耶和华，恁犹佫讲：阮用什么刁难伊啊？因为恁讲，阮若做歹个，耶和华看伊做好，佫欢喜伊，也是公义的上帝伫倒落啊。另外一位圣经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7节到18节。万军的耶和华讲：对恁列祖的日以来，恁有违背我的律例，也无守伊。当恁着活转找我，我就活转找恁。总是恁讲，阮着怎样活转？人敢通偷摕上帝的面吗？恁竟然偷摕我的面，总是恁讲，阮伫什么事偷摕你的面啊？就是伫应该纳的1/10甲礼物。因为恁同过的人拢偷摕我的面，所以恁受当的咒诅。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0分的1分，完全送入虎口，互我的厝有美牛，用这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仔，变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为恁责备草莓，无应允伊毁坏土产。恁田里的葡萄树伫未熟的大生，也无落叶。万军的耶和华讲：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耶和华讲：恁用硬的话救我，恁犹佫讲，阮用什么话激你啊？恁毋捌讲，服侍上帝是空空，阮遵守伊的命令，伫万军的耶和华面前刻苦来行，有什么利益啊？当阮称骄傲的人有福气，也佫行歹的人得到建立，因此上帝犹佫得到救出。彼时，因为耶和华的人三甲讲，耶和华暗耳孔在听，佫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是为着敬畏耶和华、孝念伊的名的人。万军的耶和华讲：伫我所定的日，因要归伫我，做特别的宝贝，我要疼惜因，亲像人疼惜迄个服侍伊的囝儿。彼时恁要佫会晓得好人甲歹人的分别，服侍上帝甲无服侍上帝的人的分别。好，圣经读到这，咱即摆邀请张牧师来讲道。咱今日的圣经有较长吼，我先处理我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拄到一个问题吼。2章13、14讲，恁阁安尼做，就是互目屎啼哭甲吐气遍满耶和华的坛，直到伊无看过礼物，也无欢喜对恁的手来接纳。总是恁了佫讲，这是啥事？因为耶和华伫你甲你少年所娶的某中间最干净。虽然伊是你的匹配，佫是你名誉的某，总是你也用诡诈来款待伊。
主要即段圣经咧讲一寡受翁放杀或者妇人人因吐气甲啼哭的声，伫上帝面前得到听吼。总是过来即句就真奇怪吼。当然，互咱知影讲婚姻家庭的生活会影响到咱甲上帝关系，大概伊咧强调即个。过来即段经文就真好了解吼。15节，伊的神虽然有春，兼毋是做一个嘛，啥事只有一个，就是要求圣的互的。所以谨守恁的心，毋通用诡诈款待少年所娶的某。伊的神虽然有春，到底是咧讲什么？你若看旧版的和合本吼，伊是咧讲，伊的神是咧指上帝的神啦吼。上帝有迄个能力，通创造更较侪的人，总是为什么伊干那做亚当甲一个夏娃，就是要互为一男一女来生出虔诚的后代。所以恁都要真谨守，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即个名约，毋通即个诡诈来款待少年的某。伊的神虽然有春，这听落嘛是真奇怪。所以我去看即个版本吼，其他的版本吼，现代台语的版本完全无同。现代台语最近才翻译了吼，伊是讲伊的神是咧讲人，你若抑阁有一点仔上帝的心灵，有一点仔灵性伫你的心内，你就毋敢用诡诈去款待，用外遇、用欺骗去款待你少年所娶的某。所以就谨慎，毋通背叛少年所娶的某。所以一个翻译是咧讲，迄是咧讲上帝的神，敢若创造亚当甲夏娃；另外一个是咧讲人的神，一点仔存一点仔上帝灵性的神。你如果还有良心，你就不敢这样做。这个也是和合本大概2010年圣经伊讲，一个人若阁存一点点仔灵性，就是上帝圣神还阁存一点点伫你的内底，你都毋敢伫婚姻观点不忠实啦吼。所以，伫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有看无共款版本对这段圣经的翻译吼。所以伫和合本内底，伊伫挂号内底佫特别注明。当然，你嘛会通家翻译过一个人的互你会通翻译过上帝的灵，抑佫有春，伊大可创造亚当创造几个女人吼夏娃等等。所以这个版本敢若伫圣经学者观点，抑佫无特别的即个定论吼。你会通看做这是上帝，伊设立婚姻是一夫一妻也是讲会通讲。咱若有上帝灵伫咱的心内，咱就毋敢伫婚姻的外口去做迄个上帝无欢喜的事。其他 NIV 也是 New Living 的即 translation， 也大概拢讲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的即个问题啦吼。这是我读这段圣经，我咧想讲，夜神老春，咱咧读的时阵会感觉怪怪声。甲大家分享这段我读的时阵去找出来这个答案。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马列基对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提醒甲警告，来看阮今仔日阮的生活、阮的家庭、阮的社会。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确实望出伫马槽，对马槽这个无罪会出世伫世间，为着阮伫十字架顶来。担当阮得罪上帝、得罪人一切所有的罪过，直到阮会通过耶稣基督来甲上帝和好，得到囝儿的名分。阮的望也出伫空的坟墓，阮拢爱面对因为罪所带来肉体的死亡。总是主耶稣空的坟墓，互阮看见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阮会通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主，阮的望出伫。主耶稣空的坟墓，感谢圣歌队通过这首歌来提醒阮，今仔日阮上大的望就是会通得到上帝你调阮来，要得到迄个永远活命的奖赏。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抑阁伫即个布边咧生活，伫即个肉体咧生活的时，会通过圣经，不管旧约新约，对阮提醒，要怎样建立
甲上帝甲人的细正的关系。毋茫通过马立基的提醒，做阮今仔日每一人的反省，通过阮有限的了解甲传达上帝真理，伫圣神的帮助下面，求你亲身对阮每一个无共款的人来讲，你爱阮知影的信息，你爱阮警醒的部分。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像今仔咱即个是马立基书的第2个部分吼，阮伫什么事如果顶礼拜无来做礼拜，大概咱小可介绍马立基书的描述的方式真特别。上帝伫遐来感觉伊受到委屈，受到人无够尊重迄种敢若委屈的心，所以伊伫遐来控诉以色列百姓。总是受伊控诉的这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拢激狂激笑伫遐激昂讲，无阮伫什么代志，伫什么事，互你感觉无爽快，互你感觉无欢喜家己感觉真无辜。所以伊讲安尼的时阵，上帝都提出伊实际的即个控诉的内容出来。伊描写大概是安尼。咱顶礼拜有讲，这甲即马共款咧讲性骚扰事件共款受害者讲，我受到迄个，互我感觉真艰苦心，无应该受的款待。总是遐加害者讲，那我是不过是开玩笑，还是讲我袂记哩我无安尼做所以伫迄个所在，咱会通用现代所发生社会议题来看上帝心，敢若伫马立基受到真大的即个委屈。咱顶礼拜有讲，规个马立基书，我大概甲找起来有6段，上帝伊感觉委屈感觉需要百姓改进的所在有6段。总是你若甲读，人拢用无啦，阮伫什么代志？哪有？我们哪有让你觉得失望？用安尼来对上帝对话，然后上帝就实际来指正伊控诉的内容所以这6项大概甲分别小可甲分类，我大概有这个6个指控的内容。第一个是上帝感觉百姓对伊的疼，甲对伊的尊重已经失落也是已经麻痹这个是伫马立基1章20到50。第2段，伊控诉当时这神职人员、祭司，不但疏忽伊应该尽的责任，甚至藐视上帝应该爱教示百姓摩西律法、上帝真理拢不在意伫这个律法的教导的观点，这是第2个控诉。第3个控诉是今仔日咱要讲的是，百姓已经对约甲人约束、誓约完全不在乎包括婚姻的约，大家也无甲伊当作一回事。第4是当时的百姓感觉上帝公义伫什么所在？社会遮尔多不公平的代志你也无伸手处理。遐做歹的人，逐个人拢安尼食甲肥肥逐个人拢安尼得到遐尔多福阮敬畏上帝的人，反而伫迄个所在受上帝忽略，所以伫遐嘲讽上帝公义第5个指控是讲迄个时阵遐百姓，恁已经完全无咧遵守摩西律法所规定的1/10奉献这律法，已经完全不在乎这。第6个指控就是因为对上帝公义的失望，你到这个百姓讲敬虔无路用啦，你敬畏上帝无路用啦，所以甚至遐敬畏上帝的人伫社会上受藐视迄是信教信甲伤走火入魔去啦过敬虔的生活也没有得到上帝特别的祝福。这是他大概6段的指控咱顶礼拜已经讲第1项甲第2项，不过咱小可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上帝感觉伊无得到百姓的疼所以马立基第1章第2节上帝直接讲我疼恁我特别疼以色列的百姓，总是恁讲无阮也无感觉，你伫什么事观点有听阮这个有一点亲像咱顶礼拜咧讲的，已经结婚很久的夫妻已经失落迄个起初疼迄种的热情，
大家共同当时经历的一切，啊，对听已经麻痹啊，就感觉讲，我是无讲出来，我有听你啊，我真正有听你遮，迄个起初互相听惜，迄个听的感觉，上帝感受袂到，啊，遐百姓讲，有啦，阮有听你，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上帝就鼓一个人，伊讲无恁安尼想啦，恁比较，恁是雅各的后裔。伫遮以色列百姓，这是主前400年前后的代志。伫这主前即个雅各甲以扫以扫的故事内底，恁甲想看觅，经过遐尼侪千年来，恁敢无感觉雅各甲以扫是双胞胎，是同一个老爸出世的？总是经过遐尼侪年，你无感觉我对雅各的后裔有较特别嘛？咱伫顶礼拜用真侪时间来讲雅各甲以扫的故事，咱读起来咱知影雅各无比以扫伫道德上较好。雅各是一个奸巧的人，伊干那要争取家己的福利，干那要争取迄个大囝的名分，要争取迄个用各种方法，就是要得到迄个上帝祝福、老爸祝福。迄个看袂见的，反而是雅各上。即上帝上感觉上重要啊！以扫是干那肉体的满足，大囝都无路用，较不如我换一碗红豆汤。只是现在肉体的需要，所以完全无迄个注重迄个名分，也无注重迄个背后抽象的祝福。所以上帝听雅各，因为伊知影迄个这也互咱。反省今仔基督徒，咱伫世间，咱是毋是像以扫？我敢若注重在世间的名声、地位、物质的享受。我不在乎做上帝囝儿，我不在乎迄个看不见、迄个所谓牧师一日讲永远的性命，我都看袂见啊！永远的活命，我无人倒来甲我讲，我经验袂到啊！所以我红豆汤就听我甲换掉。我不需要遮尔艰苦礼拜去做礼拜，伫教会侍奉。我何必这样子？所以有时咱是用以扫来过咱的人生，所以雅各迄种伊争取迄个看不到的祝福，迄种的心，互上帝欢喜。所以咱一直顶礼拜咧讲，雅各绝对无比以扫较好。伊的道德生活，不管伊的教育，伊的各方面，总是咱今仔日得到上帝特别的疼痛。一方面是上帝主权，伊讲我要听雅各，我万分以扫。一方面是迄个主权的显现，一方面嘛是雅各甲以扫不同的表现。所以有说，保罗甲咱讲，今仔日你做基督徒、做上帝囝儿，绝对毋是因为你是台湾人，毋是你的教育程度真高，毋是你的道德较好，毋是你较好个，逐项拢毋是。恁得到稳定是对爸爸稳定是对咱的信。我相信，亲像雅各相信，迄大囝的祝福真重要。雅各相信迄个。大囝的名分，迄个名分真重要，共一样。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伊对神职人员的一个指控，讲到马纳基的时代，这祭司完全看轻这个上帝道，你完全不在乎用敬虔的心、谨慎的心来敬拜上帝，来敬畏上帝。所以上帝就甲指出这祭司讲无啊，我无看见你的名，我嘛照常咧礼拜啊，我嘛照常咧献祭啊。上帝甲因讲，恁用无清气的饼献伫我的坛，恁敢讲这毋是亵渎？恁心内家己想讲，耶和华的道是通看见的，我看袂见上帝，我何必需要敬畏？恁将遐青面的精神献做祭。若是摩西律法要献予上帝，拢应该是上好的，是完全无瑕疵的。所以当时的祭司，迄个家己无爱治的，迄个上俗的，迄个已经摆开、已经破边的，遐物件祭物做祭来献伫上帝面前。上帝真委屈，甲伊问讲，你家想看觅，恁是将这物件献予恁的宗徒，恁都毋敢。将迄个过去的物件，甲迄个恁家己村里无爱的物件，则摕去互恁即个社会地，恁拢家想看觅，安尼无适当。我
要互我尊敬的人，一定是摕上好的。恁都毋敢互恁的总督摕到恁即种的礼物，恁敢甲即个物件摕来伫上帝面前应付。所以上帝真委屈啦吼！伊讲其实我感觉我日出日落的所在，列邦拢尊我的名最盛伫逐所在，我的名最大伫外邦，总是伫家己的厝内，恁亵渎伊。上帝百姓亵渎上帝，恁心内想讲啊，哪遮啰嗦？上帝要求爱献祭，爱做这，做基督徒哪会遐麻烦？啊，小可一啉一酒去舞听一下，还是小可风流一下，拢袂使。哪会都爱遮废气？哪会遮啰嗦？所以偏厌见伊，上帝委屈，伊感觉。外邦尊重我，若是伫家己的厝内受厌见受唾弃。有时咱伫家庭生活中间，有时有一寡人嘛安尼感觉我伫社会互尊重到呢，倒转来到厝，阮牵手都厌见伫迄个所在来唾弃安尼，敢若一个心受着伤害的人。这是咱顶礼拜咧讲的。马拉基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心。已经甲上帝关系已经无亲像起头变一个人，感觉这拢是真啰嗦的。上帝伫遐甲因讲的时候，佫感觉真啰嗦。咱顶礼拜有咧讲，即对祭司因独自无照规矩献祭，无照责任去教上帝真理迄律法，所以抵到侪人离开上帝因为唔知影触犯律法来跋倒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对这祭司当时伫遐甲因警告表示对因的失望。咱顶礼拜有讲，迄是旧约时代祭司因为当时读册的人也无真多对上摩西律法也无了解，所以祭司真重要。你要献祭互上帝，拢爱通过祭司。伫咱教会成立了后，即马天主教也小可有迄种祭司的观念，所以如果你若犯罪，你要得到上帝赦免，你都爱找祭司神父去甲因告诫神父代表上帝来赦免你大概也佫有即种祭司迄种观念。总是咱知影伫新约路德马丁一个宗教改革了，伊发一个口号，就是万民拢是祭司。毋是荒牧读过几年神学的牧师，你才是祭司。所有拢通过主耶稣基督，伊是咱唯一的祭司，你拢会通直接对上帝祈祷。无影讲牧师的祈祷较有效啦，无影安尼，你就是祭司啊！咱伫上帝面前，咱拢会。所以这个虽然是对当时这神职人员的一个警告，嘛是对咱今仔基督徒的一个控诉。咱对上帝话语是毋是有教义深入，想要去了解？咱是毋是伫上帝面前伤懒散，伫咧敬拜要做各方面的事的时，咱感觉耶和华的道是会通拍拉圾的。第三，咱最后要讲就是马拉基攻击当时这百姓讲，恁完全不在乎律约啦吼，这是败坏利未的约。这利未啦，什么叫利未的约？咱知影当以色列因有12支派，12支派出来的时阵，伫迄个西奈山摩西去领受10条诫的时阵，山骹这百姓因为看袂到领导者，所以因伫遐拜，刻一个金牛伫遐来拜。阿伦传伫遐有一个惊插出去，当摩西落来真受气总是当时敢若一个支派利未支派，表示对这个上帝的重视，所以对摩西10诫了后，伊分别利未支派做成，所以这个支派后来恁拢去负责宗教事务，敬拜上帝的代志阿伦伊是属于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恁就是去处理宗教事务，甲上帝这代百姓若要献祭啥，拢爱通过这个利未的支派。
啊，因为伊爱专心伫教会侍奉。老实讲，有一点仔亲像今仔的牧师啦，你要伫教会去照顾这一切，所以因无法度通去上班做工挣钱，所以其他的11个支派有义务去供给即个利未支派因生活上的需要。总是伫马纳基的时代，即上帝特别委约的利未支派，因无照因家己应该做伫遐来督助，所以伫即个对约无尊重。第二个就是伊讲以色列人已经背叛列祖甲上帝所立的约咱拢是对雅各的后裔，咱拢知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拢有甲上帝立约，你们永远归属上帝，总是恁即马败坏甲上帝立约。第三个就是到一般的百姓，恁伫婚姻的观点不忠实啦吼伫迄个所在，伊讲大家对，好像誓约敢若是随随便便的事。有时到今仔日，咱嘛安尼。咱最近有几个婚礼，我特别咧提醒要结婚的人，你唔通甲婚礼中间誓约迄部分真重要，所以你唔通甲想讲，迄个是结婚典礼内底的一个节目，迄毋是节目，迄个是立约，是一世人的立约。你爱真心中，你即摆要讲的，我愿意2句尔，总是一世人要守即个约，是你一世人爱尽的义务甲责任。所以，才无遵守婚约至到伫婚姻观点受放杀的遐婚姻人、遐某，因啼哭的声音，因怨叹的声音，伫耶和华的大观点受听。所以咱头先讲，恁安尼做，至到互遐婚姻人的目屎、啼哭、吐气，遍满耶和华的大。所以恁献什么礼物、献什么祭，我拢无法度通接纳。伊安尼讲，以色列上帝讲，离母的事，甲用强迫款待母的人，这我那不知新的观念了。伫迄个时代，就讲唔通家暴呢。你用强迫款待某的人，才上帝听见。你爱坚守你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所立婚姻的约，因为上帝是恁婚约的见证者。耶和华伫你甲你少年所娶的某的中间做见证所以咧提醒咱对婚姻的重视唔通有家暴，唔通欺骗，唔通有外遇这是伫当时第三项即个警告。伊讲做这代志的人，我怨恨伊啦吼，互上帝怨恨是可怕的事吼。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第四，上帝指控说，这个人开始因对上帝公义感觉看不到社会的公平。我想，这个也是咱这个时代咱大家心内的一个真大的疑问。当时马拉基遐以色列百姓用话刁难耶和华，伊讲：既若做歹的，上帝看伊做好，阁欢喜伊。公义的上帝伫什么所在啊？有时咱嘛是会安尼想呢。咱伫选举的时阵，咱会通看见，有足侪感觉，当然以前做歹无代表伊将来会做歹。所以咱看见有一寡事实上，互咱真怀疑啦吼。伊得到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来谋取家己的利益，毋是为着公众的利益。所以这以前是黑道的啦，这个人因敢若伫社会上也受到真大的肯定，甲这个大家人的尊重。公义的上帝是啥物？公义的上帝伫倒落？我想你今日嘛会问讲，奇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代志，这种已经死遐侪人遐无辜的百姓，上帝你为什么无伸手来阻止？希特勒甲遐600万上帝你的百姓送入去伫迄个压缩的房间内底，甲偷死。上帝你的公义伫什么所在？我想咱拢会有这种的疑问，这真自然的。咱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也是伫撒旦罪恶管制下面，
真侪代志，咱事实上无答案啦。逐个社会因为咱的罪性致到，咱真容易歧视，真容易受阶级的影响，啊，有足侪矛盾会发生。所以咱看见逐个社会拢有伊的问题伫咧，伫咱的社会嘛是共款。伫美国社会，咱讲上基本就是黑白种族的问题。所以伫遐，大概若发生白人警察去掠黑人，媒体也是社会第一个怀疑，就是这是毋是种族的歧视啦吼。所以这执法是毋是公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的警察，明明需要去执法的时候，你唔敢去执法，因为万一若去互套上一个种族歧视的，你完全无法度通去解决。公义伫什么所在？真相伫什么所在？为什么陈文成的案件也无法度通解决？为什么林义雄因兜的代志，这公义伫啥？遐加害者伫什么所在？咱拢有这种的疑问。所以今仔日咱咧看 MeToo 这种的性骚扰事件，有时你会想讲，这受害者出来讲，到底是毋是事实？是趁着社会拢咧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来打我的知名度，来捏造一个事实，讲我是受害者，是毋是安尼？啊，这加害者嘛是共款安尼，因为你无证据，时间佫经过遐久，到底真相伫什么所在？无一定要干那这两个人知影。啊，两个人一个讲白贼，总是咱无能力通去判断这个代志。今日幼儿园这个食药的代志，到今仔日，到底迄个无应该有的药是为倒位来？敢若为什么咱敢若好像还不清楚这个情况？所以咱会怀疑上帝公义、公平伫什么所在？司法不能还我们公平公义了，实上真多是安尼啦。美国要判一个人死刑，至少爱经过4年、5年以上的这个审理，啊，判了伊嘛袂去执行啦。啊，所以有一寡受害者会感觉非常的艰苦，啊，无我就家己来找公义啊。所以无久以前喺达拉斯一个休庭，就这黑人讲啊，我就对白人看到真袂顺眼啊。甲伊无关系人，伊敢若因为种族无同，伊讲我就开枪啊。咱所拄到真侪代志嘛是安尼，伊感觉伊是咧执行公义，总是因为咱的有限，咱看袂到真正公义伫什么所在。咱大部分拢望这个公义，伫我有生之年会通马上看见。迄个做歹的人会得到伊应该得到的制裁甲刑罚，总是常常真侪代志。到咱离开这个世间，咱也看袂到。咱只有会通相信上帝讲伊会报应。这做歹人有一天落伫真活上帝手，是真通惊的。马立基上帝对伊公义质问的人讲：伊来的日，这做歹人当袂起啦。伊要亲像团练的火，要亲像漂布者的迄剑啊，伫迄个所在来清起里面的子孙，会通互公义再一次显现。伫马立基内底，伊一直咧强调就是讲，你即摆看到的现象，毋是最后的结局啊！我会临到，我要来审判。如果咱伫即世人看袂到上帝公义的显现，如果你相信永远的活命，你相信伫咱肉体灭亡了，还佫有另外一个世界，你会看得到迄个最后的结局哈。心安在伫上帝哈，所以诗篇嘛，甲咱勉励啦吼。虽然咱有时还是愤愤不平，伊讲毋通因为做歹人心来不平，啊嘛毋通怨妒迄个行不义的人。虽然即马感觉真轻压，感觉真无公平，总是信息的上帝
伫最后审判的时，会行咱一个公道。咱第四项第五项对十分之这嘛有一点问题啦吼。伊伫马纳基的内底，马纳基解释来讲，恁无将十分之摕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偷摕。如果恁若欢喜将十分之一来献伫上帝面前，我要拼天顶的虫来拼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所以有时如果你看这段圣经，你会觉得，基督教信仰嘛好像有败有保庇，有限有祝福，你若无限，你就无祝福同一样。事实上，咱感觉这圣经不能单独提出来读啦吼。这个圣经内底有两个问题，就是讲你来试看卖，你来试看卖上帝会通证明上帝借着你的奉献要赐福予你。这个甲另外圣经其他的所在讲，你唔通用试探的心来试探上帝有一点冲突吼。另外佫一个就是咱较大的问题，人敢会通用金钱的奉献？讲我金钱奉献较侪，你就爱较侪来祝福我。会通用安尼来看关系，人甲上帝关系，安尼敢毋是真功利主义？你若无奉献，上帝就无祝福，敢是安尼？所以我想咱来小对十分之一的背景小了解者。第一个十分之一出现是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伊要救伊的侄仔迄罗德北甲外王征战，得到胜利，得到真侪战利品。伫迄个时代，伊的战利品倒转来时，麦基洗德即个祭司出来迎接来甲伊祝福。亚伯拉罕真欢喜，伊就将伊的战利品的1/10来献伫即个麦基洗德的面前。我想在创世纪14章，哪有机会等去读。另外一个就是雅各伊逃亡的时，伊要走去投靠伊的即个因妈妈的娘家的时，伫伯特利做一个梦，遐有天推咱捌讲过。伊醒了后讲，上帝竟然佫保守我伫即个旷野的所在。我即摆要去的前途，我拢毋知拄着什么代志，所以我伫即个时阵，我下一个愿。如果将来上帝你保存我的性命，互我行通，我答应，我应允，将来所得的1/10要献伫你的面前。所以头前伫创世纪1/10献给神，拢是因主动自发的行动。到伫摩西带离开埃及了后，才正做律法。为正做律法，就是为着利未人啦，为着利未人。既然地上所为，通过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恁所有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土产树顶的果子啦。所以将恁上帝所赏赐的1/10来献伫上帝，归做圣，这个是应该的。所以恁应该安尼做，转变做一个律法。变做一个律法，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利未人。所以咱顶礼拜咧讲，马纳基甲尼希米是同时代。尼希米伫主前400多年，伊对波斯第2摆倒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伊发现讲，圣殿的工作无人咧做啦。你来看这个圣经，伊讲，我嘛知利未人所应该得到的份额，因为百姓无咧遵行1/10的奉献，至到这利未人为着家己生活的需要，因伫迄个所在倒转去田园做工，至到担当一个利未人，甲遐职业，因当时可能伫迄个圣殿有迄个职业唱歌的，因为着生活，因爱放弃教会侍奉，即个圣殿的侍奉，倒转去田园。所以我出力责备遐个官长，甲因讲，因为恁无1/10奉献，所以上帝殿的事放咧旁远。伊就组织这利未人讲，我要求这犹太百姓，恁爱佫倒转来遵守1/10，或者利未人佫倒转去服任因的原则。所以，咱对尼希米13章这段圣经来看，马纳基讲迄个时代，伊会讲到1/10，实际上甲当时的社会有关系。
所以这是伊迄个时代的背景。咱过来讲关于祝福的代志，毋是讲你献钱，上帝祝福就一定爱跟着你的钱金额的大小，甲迄个来互你。你若看规本的圣经内底，上帝祝福一定甲遵守上帝诫命连做伙。申命记26章，申命记28章，一切伊咧讲到1/10奉献的时阵，一定也会讲。毋是干那金钱奉献来换上帝祝福啦，你来遵守上帝一切吩咐诫命，才会通得到伊的祝福。所以咱毋通甲即个分开，无一定要检采来遵守上帝诫命，甲你奉献，当然甲上帝关系一定甲你的奉献有关系啦。如果你感觉迄个上帝恩典是大，我欢喜献较侪，即个甲一定拢有关系。总是毋是用金钱起来换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对你马纳基书的这个关于1/10的奉献，真侪人有这种的疑问，所以真趣味。伫教会牧会哦，有人咧讲牧师歹势，我1/10我实在是有困难啦。到底这1/10是税前还是税后啦？是你的 gross income 还是讲已经 tax 了？我会记得我以前我若接伫日本咧牧会的时阵，咧青年甲讲我都零用钱都真少啊，我打工都趁一丝啊，我来做礼拜，敢若电车费都1-2千块去啊，我敢会通甲迄电车费扣掉？因为这是要敬拜上帝。我想上帝袂甲咱计较遐一切啦，心上重要。所以旧约虽然有1/10的奉献，即律法的规定，总是到伫新约稳定的时代，保罗互咱的观念，敢若真清楚。讲你毋免烦恼奉献，你毋免烦恼要摕偌济伫上帝面前，毋通勉强。上帝欢喜是欢喜是迄种的心，上帝听爱迄个甘心乐意的。如果一点都不甘心这是律法，这教会规定，这一定爱安尼做，大可不必这样子伫迄个中间，咱伫稳定的时代，就是用咱甲上帝关系去衡量咱奉献的标准。最后一个，咱来讲，敬畏上帝绝不突然啦吼。因为当时一寡人讲服侍上帝拢空空啦，无得着地上，伊嘛佫着癌啦，无采伊遐热心，无采做长老做几年，无采伊做牧师那。咱常常都只看这方面吼。所以上帝对即种对敬畏伊的人，那照马拉基书吼。上帝拢有记录，你看马拉基3章16节，迄时敬畏耶和华人，你讲什么话，你做什么代志，耶和华爱耳空听，毋若听了，佫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是为着敬畏耶和华孝念因名的人。你想讲清楚，其他人该咱伫遮做的，你会通骗人，怎你袂当欺骗上帝？有册咧记啦，所以伊讲。将来伫我所定着的日，这个人的确会归属我，做特别的宝贝。亲像人怎样听服侍伊的囝儿，这个囝对我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绝对特别的听伊。我也要亲像安尼来听伊。所以迄时，恁阁会晓得好人甲歹人的分别，敬畏上帝甲行不义的人的分别，服侍上帝甲无服侍上帝的人的分别。毋通绝望，毋通失去信心。把时间拉长，把迄个眼光看大，将来你是上帝特别的宝贝。所以对马拉基书，我想咱来反省，咱是毋是亲像马拉基共款？咱有时当誓约、当洗礼誓约、更新的誓约的时阵，迄种听主的心事已经无去啊！我甲上帝所立的，我婚姻的时阵伫上帝面前立的约。我对服侍上帝感觉真野线啊，感觉无效果啦。我已经失去迄个奉献精神甲热心。上帝为什么无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期待甲方式来显明伊的公义，互我看见伊的真实？是毋是这拢真做咱信仰一个真大的阻碍？咱是毋是甲马拉基时代这百姓共款？阮伫什么事，互你无欢喜？阮伫什么事，互你得罪你？
望马纳基诶，上帝甲马纳基先知册观顶的对话，成做咱今仔日的反省。咱就用即个圣经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马纳基的3章16节，咱做伙来读吼。迄时敬畏耶和华的人三甲讲，耶和华暗耳空听，各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是为着敬畏耶和华、孝念伊的名的人。马纳基3章16节。即则圣经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迄阵传道书要考教师的时阵，台南中会出即个圣经节，互我去讲一篇讲道，所以特别有印象。敬畏耶和华的人，上帝的纪念，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通过马纳基对当时代以色列百姓的指控也好，提醒也好，做阮今仔日真侪的反省甲学习。祝愿以爱诚做你特别的宝贝，诚做属于你的人。恳求你体贴阮的软弱，用圣神定定提醒阮，互阮无伫面前，无伫你的面前，亲像这个百姓讲，阮伫啥事，互你无欢喜。主恳求你，亲像大笔第诗篇51篇的祈祷，求你甲阮创造一个新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互阮所行所做，得到你的悦纳，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咱即摆来吟回应诗，圣诗375首，就大声礼物，会场请起立。请坐，你即马来举行奉献，请赖玲玲执事、戴仁宽秘书来奉献。
感谢，请起立。请坐，是我来报告。第一，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会当留落来互相请安交易。另外第二点请大家会当加入南门教会内的官网就是下骹这个 QR code， 因为群组伤济所以7月份开始，教会礼拜消息到教会的消息拢会伫遮才会当收到所以大家会当用这个 QR code 来加入教会的内官网。第三，今仔日第二场下拜了后，伫地下室有少年团契6月份的例会，请少年团契兄弟会当留落来参加。第四甲第五，我做伙讲咱教会伫7月5号到7号主要举办音乐的夏令营，会当请兄弟会当多多鼓励各小左右的小朋友来参加。另外，今仔日中昼4楼有小队伍的训练，所以请志工会当留来参加。另外，7月8号礼拜6的暗时7点，阮会继续举办70周年特别音乐会。除了圣歌队、敬拜团、甲青少年团体以外还佫有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会有节目来表演，所以请大家会当留时间来参加，而且会当带恁的好朋友做伙来听，会当帮阮来斗宣传。第二点真重要就音控的培训这因为大家应该知影，即马音控室内底有足侪代志爱做有来控制音响、导演片，还佫有直播，所以咱即马真欠人所以阮邀请兄弟会当来加入音控的培训。阮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训练你若是讲你完全拢袂晓，嘛无要紧有专业的老师会来教，所以会当来帮忙的人，请找牧师或是匡瑞弟兄拢会使。另外请为着70周年的庆祝来奉献，70周年有真侪活动，佫有工程伫咧进行，所以呢，资料大家家己看请有感动的兄弟会当继续为着70周年来特别奉献。另外第9点礼拜4、礼拜5端午连假所以办公室休困2天。另外文化团契、雅音合唱团甲圣歌队嘛是暂停一届。我报告到这，有牧师讲有要补充。咱搁离7月初8迄个是拜六暗时的音乐会，敢若剩几礼拜拜托咱大家到宣传我已经甲台电的停车场借好所以7月初8咱如果你若工作人员，你下晡3点以后就听去停在遐，会当停到暗时10点。咱要鼓励大家较接来较侪来，所以停车场没有问题。7月8号迄天的音乐会70周年这有关的大家拢真认真咧练希望咱较侪人来参加。也因为7月8号，咱可能这个活动递到我们7月9号，我们第一场礼拜会暂停一次因为暗时唔知到几点隔顿工，这敬拜团要来第一场礼拜，华语礼拜可能较困难，所以后礼拜咱会摕到咱下一季的行事历7、8、9月馆长拢会写甲真清楚大家配合这个时间来进行。唔知我需要特别介绍新的人客到我无啥物看到需要特别介绍的人礼拜三咱大家留咧交易谢。咱即摆来吟圣诗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咱吟第1节甲第2节，了，请牧师来做导，请起立。
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的对这事教用世代无尽。阿阿门。门。请坐，列岛聚会。